最近有好多商家揾我話佢哋有好多貨存，出口貿易都滯銷，唔知點算好。我就同佢分享咗一個真實嘅案例。我曾經幫過一間公司將佢嘅貨存打入我哋加拿大嘅市場。佢哋喺香港有過百間連鎖店係賣緊快消品、食品啦，又或者百貨用品。而且咧，佢哋以前亦都將佢產品打入內地市場，但係內地市場競爭非常之強大，亦都內地有好多產品亦都積聚咗貨存。就係因為咁樣嘅關係，我將佢全批貨運到我哋加拿大市場，貨品好快就俾人搶購一空啦。點解？因為價格有競爭力咯，加上加拿大嘅消費者佢嘅消費能力高，呢一啲產品喺一日之內我幫佢哋賣晒。例如係做乜嘢呢？有5000個日本麵包，我哋一日之內銷清；400盒韓國面膜，一日之內賣晒。你話呢個市場究竟會唔會滯銷？海外市場唔單止係一個巨大嘅藍海，仲係一個充滿商機嘅舞台。所以面對滯銷嘅困境，我哋點解唔放眼海外市場呢？揾一啲新嘅商機。海外市場唔單止能夠解決你滯銷嘅問題，能夠幫你嘅產品走向國際化，令到向國際發展。如果你對海外市場感興趣，或者你想了解更加多有關加拿大嘅市場嘅資訊嘅話，歡迎你隨時留言同埋諮詢，我哋一齊可以開拓海外市場啊！